一個家庭出人才，背後都離唔開德行嘅積累。我同你講，老天爺安排細路嚟投胎嗰陣，都係預先睇過嘅。你個家配得起呢個人先會嚟。你有冇見過一個普普通通嘅家庭，突然之間就出咗一個好叻嘅細路？又有冇見過父母本身好優秀，但細路就平平無奇？點解？其實《道德經》一早講咗呢個規律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老天爺從來唔會偏心邊個，佢只係睇你個家族積咗幾多德。你睇下南瓜條藤生得長長，一塊葉接一塊葉，但唔係每一塊葉都會結瓜，佢要儲夠能量先結到一個大瓜。如果塊塊葉都結瓜，條藤早就捱死啦。就算結到，都係啲歪瓜，生唔大，家族都係一樣。你呢一代人好善良，樂於助人，但細路好平凡，冇關係。你呢塊就係綠葉，唔結瓜，但係喺度儲緊能量。你個仔都好善良，做緊好事，提升自己，慢慢又儲多啲，到第3代、第4代，能量儲夠咗，一個大瓜就出嚟啦。我以前有個做生意嘅朋友，白手起家，公司做得幾大，但個仔就好普通，唔中意讀書，唔中意做生意，佢覺得好失敗，自己成副心血冇人繼承。我就將呢個道理講俾佢聽，佢一下之間就放低咗。所以話細路再平凡都冇問題，最重要係守得住底線。底線係咩？遵紀守法，孝順父母，就係呢2條。無論天賦高定低，守住呢2條，然後教佢多啲幫人，多做善事，將呢個品格傳落去。有啲人話，咁我積咗德，我自己都冇享到福，咪蝕底？我同你講，一啲都唔蝕底。今日種落一棵樹，聽日未必有得遮陰，但所有嘅善意都會喺將來嘅某一日，用另一種方式返到呢個家。佢一係報喺你自己身上，一係報喺你個孫身上。天道從來唔會虧欠任何人。之前有一對清華嘅夫妻，記者去訪問佢哋，你2公婆都係學霸，你個仔一定好叻啦。佢哋笑住話，啱啱相反，我哋個仔係一個普通人。點解？因為一個家庭嘅運勢就好似一條拋物線，衝到最高嘅時候，自然會平均返落嚟。呢個就係天道嘅規律。冇話邊個家族一直紅火，都冇話邊個家族要一直窮落去。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，冇人改得到。所以話，如果你好優秀，細路都好優秀，我恭喜你，呢個係你嘅福氣。但如果細路好平凡，太正常啦，唔好焦慮，唔好抱怨，更加唔好逼佢。跌宕起伏先係人生，平平淡淡先係幸福。你要做嘅唔係逼細路去飛，而係將好嘅家風傳落去，將善良嘅品質傳落去。只要你德行不斷，你個家族早晚會結出一個大瓜出嚟。